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3月8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县中振兴。最近不是开会嘛，所以很多代表提了很多议案，也谈了很多关于农村、关于教育等等这个议题，在网上引起热议。3月5号上午，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第一场就是部长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县中振兴计划，引起了不少关注。今天就聊聊这个县中振兴计划。那什么叫县中振兴计划？简单来说，就这个计划它旨在通过政策引导、资源配置和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教育中学的就是县城中学的教育水平。这不仅是在应对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公不平衡问题，更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。这个大家也知道，咱们中国有60%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城中学，但县域教育长期面临师资流失、资源匮乏、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困境。据怀部长介绍，教育部将在今年优化县中布局、师资配备，吸引和培养优秀教师到县中，使县中更好地服务乡村学生。不用说，这个想法初衷肯定都是好的，它直面教育公平这一社会痛点，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资源调配弥合城乡教育鸿沟。但是想法归想法，这个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，效果怎么样，对吧？这个恐怕人人都有不同看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县域教育的这个顽疾并非单一政策所能根治，它背后折射的是一场关于教育本质与制度创新的深层博弈，甚至还有经济发展、人口流动这些综合因素导致的。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，它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县中振兴计划恐怕很可能无法解决县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。说起来，我也是县中毕业，虽然时间比较久远，但是有很多问题还是共性的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县中振兴，它有一些什么问题，就会面临哪些难题。第一个，你要振兴县城中学，你第一个直面问题就是生源问题。以目前的这个信息看，县城重心，也就是咱们要振兴县城中学，主要聚焦高中阶段。咱们目前推出来县中振兴主要针对高中，但县域教育的危机它是贯穿整个教育周期，实际上从幼儿园开始，小学、中学、农村就县城，那你肯定得关注到农村呢。官方数据显示这个幼儿入园率但是乡村幼儿园普遍存在保教分离、师资专业化不足的问题。义务教育阶段呢，县域中小学面临空心化，优质教师向城市流动，留守学生家庭教育严重缺失。那么这种基础教育生态的断裂，导致大量县中学生进入高中时已存在知识结构断层，即便高中阶段投入巨资改善硬件、提高教师的待遇，也难以弥补前12年累积的学习能力的差距。很多县的这个中学的校长他们会发现，他们接收的学生中30%连初中数学基础公式都无法熟练运用，这样的生源质量如何与城市重点中学竞争？也就是农村的初中就已经荒废，教育质量已经跟不上了。如果你从高中开始刺激，显然已经晚了。第二个问题是师资力量。这个县中振兴计划里面提及优化教师队伍结构、吸引优秀教师下沉等举措，本质上仍是传统的资源再分配逻辑。但现实的困境在于，县域经济承载力有限，单纯提高待遇无法扭转教师职业发展的空间剥夺感。一位从县中跳槽至省城中学的教师坦言，在县中任教10年，我的教学理念还停留在填鸭式阶段，缺乏教研交流平台，职业成长几乎停滞。也就是说，你只给老师提供一些待遇，那老师也是还是有那个动力要往大城市走，庙小容不下大菩萨。那第三个问题的关键是目前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评价机制。县域教育的下坡路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，各个地方也在不断尝试改革，但在当前分数之上评价机制和环境氛围下，这些改革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提高分数，然后加大应试训练，然后加剧资源消耗，恶性循环中。毫无疑问，
资源、生源、师资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县中，是绝无可能在这样一场赛跑中名列前茅。所以在这3个背景之下，如果你简简单单的加大资源投入，给县中配备更好的老师，难免落入治标不治本。从短期来说，这些措施可能给县域教育带来一些数据上的提升，但却无法帮助县域构建可持续的教育生态。但是也有不少县城，它也打造出了这种叫超级中学，这个例子很多，咱就不说衡水中学了，好像安徽还有一个叫什么毛坦厂中学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那个学校很牛，高中招各地的复读生，就类似于衡水中学，这就是所谓的超级中学。那每个地方能不能复制这样的超级中学呢？也就是超级中学是不是适合县中的范本？所以我们讨论这个生源、师资、分数，每次讨论学校教育的时候绕不过这些话题。这背后其实反映出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，就是社会普遍认为中学教育最佳范例就是那些生源好、师资佳、考分高的学校，最典型的别人那些超级中学。当人们开始讨论教育公平的时候，就会下意识的把这些光鲜亮丽的超级中学作为县中的改革目标。但仔细想一想，就不难发现这种思路存在根本性矛盾。超级中学的本质是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产物，他们通过跨区域掐尖招生，汇聚优质生源，依赖高强度军事化管理，创造升学神话。而县中的核心使命是服务本地乡村学生，其生源结构、家庭支持系统与超级中学存在本质差异。强行移植这种模式可能加剧2个恶果：一是县域内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少数重点县中集中，造成2次失衡；二是将教育简化为考试工厂，加剧学生心理问题与社会适应性危机。县域教育的真正出路或许在于构建差异化价值体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就读县中的学生构筑不同的人生道路，而并非只盯着分数不放。县中振兴不应局限于对城市教育模式的拙劣的模仿，而更应该把力气花在挖掘地方禀赋，将劣势转化为特色。当然了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教育部部长还提到了人工智能教育白皮书，这个也颇受关注。关于县城中学要振兴这是教育部提出了一个想法，一个计划。我刚才说了，不但涉及到教育本质、教育本身的问题，还涉及到经济、人口流动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户籍改革，人口流动已经不是说打工那么简单。除了几个少数城市，你落户恐怕还有门槛。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落户已经没有门槛，就是你租房，你也可以在那落户。你要买了房，那就更能落户。也就是说，你本来是农村户口，你只能在那个村，你现在可以在武汉，你在长沙，你租房或者你买套房，你就变成长沙人，你就可以在武汉接受教育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他已经进入城市了，他跟随父母，父母就在那上班，就在那打工，孩子跟在身边，就进了这样的城市。至少这是条路，这个路是通的，这就造成了农村的生源极大的分流。还有一部分条件不是太好，或者条件不允许，他没有办法把小孩带在身边，那他就在农村，那么就是在农村的幼儿园、农村的中学、农村的高中，这么一步步上。这样的学生有，但是他总的趋势是在减少。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在县城里面大肆的投入这种教育资源，这个有没有必要？我刚才说了，以我为例，我现在回老家，我的小学、我的初中早就关门了，我上的高中在县城里面早就几经合并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？我刚才说的，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，那农村的人口是最多，那个时候人你也不能流动，你只能在农村。所以每个村得一个小学，我告诉你，一个村一个小学都装不下。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为了照顾路稍微远一点的小孩，我们那个小学在整个村子的中间，因为这个村子比较狭长，东边的和西边的到那个小学还有点路。那作为1年级的小孩就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上学没人送的，都是自己背着书包扛着凳子上学。所以为了照顾这1年级的小孩，还得在整个村子的东边设了一个教室，那个教室就1年级，就离那教室近的附近的几个小村庄1年级小孩在那儿上学，上到1年级完了2年级的时候再去小学的本部去上2年级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明那个时候你说小孩有多少，2-3个村庄就有一个中学，每一个镇
有一个高中，县城里面有县重点，有几个高中，人有多少？小学升初中，初中考得好的就去县城中学，考得不好的差一点的在镇上中学上高中。但是现在我那个初中早就荒废了，里面长满了杂草，小学好像成了库房，初中好像现在已经就荒废。镇上有一个高中、初中合并在一起，什么原因？我刚才说的，孩子都进城了，农村没那么多学生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农村还加大教育投入，这个到底是你是指望着进城的这些人还回来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这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点叫教育公平。确实的，农村的孩子少，那他也应该享受教育公平，跟城市里面的孩子一样。4年级就应该有电脑，不是说有电脑，学校里面也是这种电子化的教学，要跟城市里面的学校差距不要太大，有各种先进的教学仪器、教学设备。北京的小学已经开始 AI， 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叫 AI， 人工智能，什么 DeepSeek 最新的这些科学技术。那农村的小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这就是差距。当城里面的孩子都在搞人工智能的了解这个的时候，你农村的小孩还在玩泥巴，这叫教育公平。对我说，所谓的县中振兴，如果你就教育本身来谈这个，我觉得那就是浪费资源。实际上它是个经济问题，它是个人口迁移的问题，是一个城镇化还是逆城镇化的问题。如果按照山东专家的搞法，那我们就要回到过去，叫加大投入。问题是你加大了投入，你没人，那不是浪费吗？农民都在进城，我们现在国家政策也是希望进城城镇化，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农村在县城加大资源投入，某种程度上就是逆城镇化，造成了浪费，可惜。刚才也说了啊，我认为这个农村的教育要公平，那怎么办？实际上就是必须把这小村庄全部合并到镇上去，只有人口集中了，你才能提供这种公共服务，比如教育，比如医疗，比如这个物流、快递、外卖。所以应该把这些小村庄统统的给它规划到镇上去，这样你在每个县城里面，每个县恐怕也就3、4个大的镇，那你每个镇上你搞一个高中，你这个时候投入管用，或者镇上每个镇搞一个初中，县城里搞2个高中，这样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把资源集中到这几个学校，让这些学校的设备、教育水平、师资力量跟城市差不多。那有人就说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没人做？那还是跟经济有关。每个县里面那些主政的人，他的本能的希望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学校，就是打造一个超级中学。等你打造好了超级中学，你就可以玩学区房，就可以搞房地产。你一旦把这个超级中学打造好了，全县城的小孩都得到这儿上高中，挤破脑袋到这儿来，那这学区房的概念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是不是就可以卖地了？附近的土地价格就得上涨，住宅楼是不是就盖起来了？房子是不是就卖掉了？你不买，你还不得租房吗？小孩在这上学，上高中，学区房。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，很多地方县城就这么玩。等到这个地方房子全部卖完了，5年一过，这个房地产已经开发完了，县城中学这个超级中学他就得换地方，美其名曰说这个校区小了，要扩大，建得更漂亮，提高教育质量，所以他搬到郊区，划一块更大的地方，把学校搬过去。郊区农村呢，土地便宜，那个中学只要一搬过去，土地的价格至少涨10倍、20倍，又可以卖地，又可以盖房子。你看看各个地方政府都这么玩。所以说你只要教育部说我要打造一个什么县中振兴，那下面马上就找到机会了。你玩县中振兴，我玩这个叫学区房，最终还是炒房子。所以说教育公平那是要追求的，那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。但是怎么实现，我们不能放着城市里面已经建好的这些教室，这些师资力量不用，而舍本逐末又跑到农村，跑到县城去加大投入，咱们新生儿出生率是不是在下降？人口是断崖式下跌。在北京、上海，在1线城市，在武汉、长沙、郑州这样2线城市，实际上它的师资力量、教育资质、教育的这种投入，它已经非常大了。他们面临什么问题？跟农村是一样的，生源不足，对吧？你看以北京为例，那很多幼儿园都倒闭了，为什么？就招不到人。现在是幼儿园倒闭，再过2、3年那肯定是小学合并，为什么学生不够？现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有10个班的，你再过2年你招不到8个班的人，你恐怕只能招4个班，再过2年4个班都招不起，对吧？你只能2个小学合并。也就是大城市的生源学生也在减少，那为什么不提倡把农村的学生转移到城市去呢？他那个教室建得多漂亮，各种设备，老师都是师资力量强，为什么不把学生往已经基础建设、已经教育投入已经很丰富的、很充分的地方转移，而是要把石头往山里背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，我们应该提倡想尽办法让这些农村的孩子你要进城去上学，因为9年制义务教育反正是花钱的，你就在那儿高考考大学。北京、上海有限制，但是其他的很多城市没有限制。比如说你是河南信阳一个农村的孩子，你到郑州去上
上学有什么毛病吗？你在郑州参加高考，反正都是河南，那郑州的教育质量、师资力量不比你信阳好得多。你那农村你再投入，你也比不上郑州。所以说应该让这些农村的孩子进城，这次进地级市，好一点的进省会，因为趋势就这么个趋势，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少，所以省城的这些小学不要忙着裁撤合并，那是造成资源浪费，应该想办法去农村招收学生，给他们补贴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给他们生活补贴。你这小孩子在，比如说你信阳那个小孩子，农村的，你跑到郑州市去上学，你一个月给你补贴300块，这样也比你把钱扔在那个农村去盖教室要强得多。完了，最重要的这个文章也说了，你在这个农村你可以做硬件投入，那是花钱，各种教学设备，但是人老师你在哪儿找老师？北大清华的那博士他是愿意当老师，但是他不愿意在县城当老师，县城的好点老师他就要往城里面跑，你留不住优秀的教师，只有大城市能留得住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很多这个政策都是反向操作，造成极大的浪费。你在农村再投入，再过个几年那学校又荒废，就跟我小时候上的那个小学一样，变成仓库了。当然那个学校不是我以前上的那个教室，那教室早就翻修了。以前是我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是小平房、小瓦房，后来盖成楼房，后来楼房又扒了又盖成更漂亮的教学楼。问题是花了这么多钱，现在变成仓库。所以说农村的这些小学应该趁早拆并，把它叫合并，越早合并越好，把这些三三两两的小村落全部转移到镇上去，只有人口集中才能提供这些服务。就这样，还是提倡农村的孩子到大城市上学。这次你要到那个城市里面，你的地级市去上学，不要去什么县城。你要算大账，你看以前新生儿出生率一年是1700万、1600万、1500万，现在是700万，你琢磨，你少了将近一半的人，这个小孩，那城市里面也少，甚至城市里面小孩少的更多，因为农村的生2胎比较常见，也就是城市里面大量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空缺闲置，为什么不从农村把这小孩叫过去上学？我们刚才聊河南，正好这儿有个河南的视频，大家看视频，我在想这叫参政议政，总感觉你说这种参政议政他能议出个什么出来？这都是感谢感激鼓掌啊！你指着这些人，他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意见呢？你说以河南为例，河南的你教育厅，你拿经费，你去那些农村去投那些硬件盖教室，你为什么不能补贴那农村的小孩到郑州去上学，到洛阳去上学？现在新生儿出生率是越来越低，对吧？小孩出生越来越少，你的硬件投入越多，那就越浪费。为什么说我们是第2大 GDP 这个经济体，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过得这么累、这么苦、这么卷，压力这么大？就是浪费，花的是大头的钱，没人真的用心，就没人会真的去考虑这个钱投入值不值。大家考虑是你要投，因为你只有投入方方面面，各路神仙、各路婆罗门，他才有钱赚。所以在关于振兴农村教育，对吧？县城教育这一块，不能再开倒车，不能让这个大城市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给它合并撤掉，清零，钱也投了不少，一个小学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裁撤了，没了，这不是浪费吗？完了也在农村再去盖，你盖好了，老师又不去，你也请不到好老师，这不是开倒车是干啥？为什么一边建，对吧？一边拆一边盖，那不就是钱吗？只有这样，这个婆罗门才能赚钱。你说这样的会开了，我们经济就好了。你得喝多少酒才行？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